来看台中市乐成宫的汉溪妈祖，来展开着22天18桩绕境的活动，有不少政治人物拢到场来送妈祖起驾。其中，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是以非公开的行程到场。民进党除了党内的议员之外，立委何欣纯嘛有到位。江启臣甲何欣纯是纳入两党选后一届台中市长的热门的人选。所以外界嘛好奇，今仔日的行程是毋是就是两个人的市长的争扫战？如果宣天台中市乐成宫汉溪马游景18桩正式展开，不少政治人物，即包括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拢有到位。陪台中市长罗秀燕两人做伙入去庙内参加起驾仪式。一香红炉。江启臣的边仔除了有罗秀燕以外，还有民进党的立委何欣纯，两人的互动是有讲有笑，是讲两人分别是国民党甲民进党点名是后一届台中市长的热门人选，做伙共台出席活动，外界拢认为讲这是台中市长的前哨战，要不因两个人拢安尼讲。妈祖不管政治，妈祖只管人民啦。好，所以我们来其实也是来祈求妈祖保佑大家哈。应该是说所有的政治人物，所有的我们的国民都会来啊，来保佑所有大家所有的国民啊，人民都能够平安。江启臣基战正在当选立法院副院长了后，知名度又搁升悬。国民党有意要杀出来选2026年的台中市长。那何欣纯是太平大理的3连败立委，地方的实力嘛真强，有不败女王之称。2022年就捌表示要参选台中市长，即马真有可能就是党内提名的后一届人选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